心上心归，心上思，不去无踪，谁愿人？别非生死。难思次，我将泪。心痛不语，情从今后原是归梦两遇，我为上妻先生好，我为上香暖山雨，为思念自作潇潇，也是气光要到，我是醉。为思念这一宵谁断，谁青山谁落水里，娘你我这情缘不记谁。谢谢，谢谢王志平老师，请留步特别喜欢王派的唱腔，真的是平易质朴、娓娓道来的感觉。王志平老师呢，他是王派传承人，也是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。说实话，其实刚刚在台后的时候，看到王志平老师，突然有一种王文娟老师的即视感，大家说像不像？
真的太像了，他的一举一动，真的，特别是那个侧影啊，非常的神似。那刚刚呢，已经唱完了豫曲《蝴蝶梦》，那下面我们今天是不是还要来听一段什么？《红楼梦》啊，那是王派的代表作。那我想，王志平老师的这个林黛玉的形象也是深入人心。那下面我们就再次把舞台交给王志平老师，请他来一段《红楼梦》中的什么？想听啥？葬花。好，我们再一次有请。不叫你
叶落无泥草竹林，且随这情到底为是否相为在路谢谢。